昆仑魔国鬼母的棺椁即将要被摸金三人组打开。在这一刻，魔国鬼母发出奇异的变化，一瞬间声波的范围在迅速扩张，甚至在声波所到之处也出现了细微的波动。随后棺盖才被打开，一具栩栩如生的水晶冰川尸展现在众人面前。明叔唯利是图的嘴脸也在这一刻完全体现，他认为这一次必定会大赚一笔。可就在明叔想入非非之时，鬼母的面罩里突然飞出一只虫子，看外形类似于火瓢虫一样的生物。胡八一试着用对付火瓢虫的方法，用水去浇它，但很明显这招对他并不起作用，结果刚才的做法反倒激怒了他。看到同伴的惨死，其余人马上躲到上一层，用衣服暂时挡住缺口，确保安全。可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马上就要发生。由于刚才声波微妙的波动，导致上面的雪山产生雪崩，而9层妖塔又处于4座雪山当中的最低处，一旦倒灌，他们同样是必死无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胡八一回想起刚才在下面时看到墙壁有重修过的痕迹，那可能是他们逃生的唯一希望。于是他只身犯险，再次回到下面。这时的虫子已经虎视眈眈，恭候他多时了。而胡八一也换了策略，嘴含一口白酒，上演了一把口吐烈火的绝技。可悲剧的是，这一招也丝毫没有伤到虫子。走投无路的胡八一拿起长枪，在虫子靠得最近时，果断开枪，一下子彻底将它击碎。但危机并没有就此终结，雪崩产生的压力迫使石块掉落，砸中鬼母。转眼间，更多的虫子从鬼母尸体里飞出，一只就这么难对付了。现在这么多，那领盒饭还不是迟早的事。危机时刻，雪莉杨喷出化冰用的姜汁，你还别说，虫子遇上姜汁就如同遇上杀虫剂一般，很快就一个个掉落。可眼下的情况不允许他们庆祝。经过大家合力的挖掘，发现墙的后面果真别有洞天。最后大家抓住时机，在倒塌的最后一刻逃了出去。然而9层妖塔的下面才是魔国鬼母真正的主殿，而魔国鬼母必定和金菊女王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接下来摸金三人组会到达传说中的恶罗海城，在这里他们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诡异。